根據網台最新曝光嘅信息截圖，一個疑似邵子峰下線嘅人向佢匯報關於跟進情緒病人後嘅對話，揭露咗一個令人心寒嘅黑幕。喺佢哋向病人推售 MDMA 嘅過程，刻意隱瞞，病人根本唔知道所謂 MDMA 療程其實就係使用俗稱嘅搖頭丸。期間發現，之前喺報道 MDMA 第3集揭發過嘅改變同學會義工，就係今集入面向邵子峰匯報病人資料係同一個人，而佢同邵子峰討論緊嘅情緒病人，亦係第3集截圖出現嘅同一位受害者。大家可以留意以下幾句對話。輔導嘅過程係點？佢都冇點講到，俾咗啲影片我睇。佢話食藥之後做8個鐘頭最多，仲有人哋啲分享，但係我都唔係好明咩係 trip。大家會喺之後嘅截圖見到，義工會將病人嘅對話直接轉發俾邵子峰，可以證明病人係同一人。呢位義工表面關懷備至，但實際上喺背後向邵子峰抱怨病人太煩，問題太多，甚至用冷嘲熱諷嘅口吻去貶低受害人，毫無同理心，完全一副偽善嘅嘴臉，令人作嘔。義工向邵子峰匯報時，語帶侮辱，批評對方自私，只顧自己嘅病情，過分依賴邵子峰，同對佢哋推售嘅 MDMA 有過高期望。當病人想問清楚 MDMA 療程嘅細節，又或者詢問治療師有冇合法牌照時，義工通通避而不談，一直催促病人要睇多幾次 Netflix 嘅《改變你的心智》。最令我氣憤嘅係，呢個義工居然嘲笑病人唔清楚自己將要服食嘅 MDMA 其實係搖頭丸。究竟係一個幾咁冷血嘅人，可以一邊幫邵子峰推銷呢啲完全唔合法、唔合規嘅療程俾病人，但又一邊取笑對方。呢班所謂嘅義工，所謂嘅峰哥喺度幫緊人，極之荒謬。改變同學會嘅下線，同邵子峰一樣，都係罔顧人命，以醫療之名閒販毒之實，根本等同共犯。係啊，咁 MDMA 呢啲療程咧，有好幾款嘅毒品，佢都係含有 MDMA 嘅。咁啊，例如你哋所成日都講嘅話，啲人咪話我咩賣揈頭啊、搖頭丸啊咁嗰啲。搖頭丸咧係含有 MDMA 嘅呢一樣嘢，大概 20% 左右。咁但係治療用嘅 MDMA 咧就係100% 嘅 MDMA 嚟嘅。咁啊有分別嘅嗰件事。不過你詳細嚟講，詳細想知嘅話，我呢度就唔公開講啦。真正醫療級別嘅 MDMA 絕對唔會流於市面，同黑市搖頭丸根本係兩回事。但邵子峰利用 MDMA 醫學名稱販賣搖頭丸，仲要面不改容向佢嘅觀眾解釋。邵子峰同有份推銷 MDMA 嘅人，為咗逃避法律刑責，刻意唔講任何關於 MDMA 療程嘅細節，淨係轉發 Netflix 嘅影片，要病人自行理解。佢哋係一早有預謀為自己鋪路，為求將法律責任推得一乾二淨。就算東窗事發，佢哋都可以講。就算而家人哋去不斷去指控我賣毒品啦，但係有聽眾 WhatsApp 過嚟，我都係會同佢討論㗎。我都係不厭其煩，我都係會 send 嗰啲 Netflix 影片，然之後話俾佢聽，MDMA 係咩嚟嘅，我都會係不厭其煩去話俾佢聽係咩一回事㗎，同埋會俾影片人哋睇嘅。或者受害人當中有人會睇到呢條影片，我哋想同所有曾經被邵子峰誤導、利用過嘅人講，千祈唔好怪自己，你只係喺最脆弱嘅時候信錯咗一個唔應該信嘅人，你係值得被尊重、被善待。